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的恩典，感谢教会的接纳，可以让我在这边代表国际基甸会全世界201个会员国，28万的弟兄姐妹，以及在台湾6000多位的对不起，2600多位的弟兄姐妹，向大家来问候，同时见证神在这些年当中，借着国际基甸会在全世界各地所做成的工作。在40年前，1980年的时候，有一个大学生接受他的同学的邀请，第一次进到教会。在那一次，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人你是人生第一次进教会哈？那一天那个大学生他进到教会里面来的时候，发现一切都很陌生，陌生的人、陌生的环境、陌生的音乐、陌生的程序、陌生的语言，所以说实在话，他除了手忙脚乱以外，没有感觉任何事情。但当他要离开的时候，有一个那个老人家就看到他，就叫住他说：“年轻人，我看你今天第一次来哈，没有看过你啊。对，那有什么领受啊？”那年轻人搔搔头说：“什么叫做领受？”那个老人家看他这个有点讲不下去了。那平常你喜欢做什么？那他就说：“我喜欢读书。”那个年头的大学生都必须说喜欢读书，对不对？好，然后呢，那老人家说：“喜欢读书那很好。”他就从包包里面拿出一本像这样子的圣经，就说：“送给你，你回去读。”那个年轻人真的带回去，很认真的读了2遍，从头到尾读了2遍之后，就把它放在书架上。但从此以后，他展开了跟随耶稣的这样子的旅程。40年前的那个年轻人，现在在担任国际基甸会在台湾的执行长。也许你会问，40年前的年轻人可以这样子，现在的年轻人，你送他圣经，可不可能这样子？也许你会问，现在还有没有人要拿圣经？或者说，也许你会问，现在大家都用电脑、平板，现在我们拿出圣经，所有人都拿出手机啊，好，这样子的情形。请问这个还有用吗？我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那其实大家也知道，这个世界在变，而且变得非常的快。其实我相信，如果你对圣经够熟，你对圣经很多末世的这个预言够熟，你应该不会对现在的许许多多的事情感到压抑。但是我们要问的就是说，在所有这些外在变化的过程当中，基督徒到底是要跟着变呢，还是什么都不变，或者是有一些什么东西我们是不变的，但是有一些东西我们是会因应它的变而变的？我不知道你的选择是什么，但是我想这个可能是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去思索的问题。但是也同时是，但这个问题我不可能，这个不可能是我一个人能够解答得了，也更不可能在一篇正道当中可以说得完的。但是我想借用在基甸会的这个脉络底下，我想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思想这个问题。那刚刚各位读的经是用现代中文译本的经文，所以可能各位对我这个题目可能有一点点这个不知道它从哪里来，跟罗马书15章13节有什么关系哈？那它的经文在和合本里面它是这么说的：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好，所以我这个大有盼望是从这里，它的出处是在这里哈。我想我要从一个见证开始，切到我们今天的今天我的这个正道的内容。那接下来我会用一连串的基甸会的见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人叫约翰雷克，他是一个加拿大人，在美国服侍。但1908年的4月1号那一天，他非常清楚地领受到圣灵给他的一个托付，
叫他全家往南非去宣教。他家有8口人，连他们夫妻2个，6个小孩。各位，如果那是你，4月1号领受的感动，你多久以后可以到南非？明年的4月1号可以不可以？好，但是约翰雷克4月8号就已经到达了开普敦港。各位，请记得一件事情，那时候可没有飞机，没有民航飞机啦，是坐船的。到了开普敦港的时候，约翰雷克口袋里面只剩下1块半的美金，而那个时候要签证，你要签证，而且签证是要收钱的，不管是哪一个国家，没有免签这回事哈。那进去，而且是在海关哈，真的是到对方的海关才申请签证的。那剩下1块半，那8个人签证，当时的签证费需要125块钱美金，那怎么办呢？他们不管，他带着全家继续排队，一直排到剩下他下一个就是他的时候，后面有个人拍一下他的肩膀，递给他200块美金，就这样子让他可以付了那125块，剩下的钱还可以让他们足够他们坐火车一起到约翰尼斯堡。可事情还没解决，到了约翰尼斯堡，他住哪里？他去找谁？他要往哪里去宣教？什么都不知道。可是他们就坐着火车到了约翰尼斯堡火车站，一下车，有一个女人过来说：“你就是约翰雷克？”他说：“是，上帝感动我，要我来这边接待你们，安排你们后续的行程。”那一位女士叫做 Mrs. Good Enough 啊。翻成中文叫做有够好太太哈，果然真的是够好。那所以呢，他们就全家就在那个地方，就在南非这里5年的时间在那边宣教。文件上有2种，有两个版本哈，说他们这5年宣教的成果。有一个版本是讲说他们5年的时间建立了600间教会。我联名我这个信心不足，不太敢采用这一个，然后我采用的是另外一个版本，说他们建立了40间教会。我相信不管是600，不管是40，这已经相当的惊人。而重点在哪里？弟兄姐妹，重点在对约翰雷克来讲，如果你是他，领受到这样子的托付，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尴尬？到底要不要听？我作为一个传道人，上帝这样子托付，我要不要顺服？如果我不要顺服，我以后讲台我讲什么？我是不是在那边做双面人？但是如果要顺服，眼看着这样子的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样子的情形之下，是不是很尴尬？一样的道理，弟兄姐妹，罗马当时的教会也是一样。罗马帝国宣称是什么？宣称凯撒是主。凯撒是主，那个主其实有一点意思，就是有一点神的意思。但是教会里面要讲的是基督是主。所以你今天在很多教会外面，看他写着挂着基督是主，耶稣是主，你不要以为那个随便挂的，那个是从罗马帝国时代的教会就有的。那个时候讲这个话，在罗马帝国那是对着罗马政府宣告说怎么样？宣告说我跟你不一样，我跟你不同国，几乎等于是跟他宣战的意思。所以因此在那你要怎么办呢？你要信吗？你要宣告说你信耶稣，那你信耶稣又不说基督是主，那是不是那你在信什么呢？但是你要说基督是主，面对的是杀身之祸。所以类似像这样子的尴尬，基督徒如何坚持？为什么基督徒要坚持？就好像今天我相信在这一段时间，所有人从政府开始，所有人
都在劝我们少去公共场所，那今天各位现在你在哪里？你为什么会来？为什么可能这几天，也许有朋友邀约你，今天去哪里？你说你不去，你要去教会，你用他，那你他就问你，这个时候你还来？你为什么会来？你为什么要来这里？来这里好像跟整个社会现在在宣告的一些事情，在宣布的一些事情不太一样。我们到底在坚持什么？我们能够坚持这一些，我们能够克服这一些尴尬，弟兄姐妹，那是因为我们心中有个盼望，对不对？那个盼望是什么？我们讲，如果各位请记得，随时记得那个盼望是什么？因为传福音就是什么？传福音不就是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吗？然后你要怎样？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对不对？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要知道这个盼望是什么。第二个，我们要怎么样坚持下去？这是我马上要跟各位分享的。我想第一个，我先分享一个见证，然后接下来进入我的下一个主题。这位姐妹叫郭佳慧，她是台南人，她是一个单亲妈妈。换句话说，她离婚了。那是单亲妈妈，她有一个孩子，但是这个孩子据她所说很不听话，让她很头痛。另外一个小的不听话，老的也很麻烦。她妈妈常年卧病，不但常年卧病，她要照顾这个妈妈，脾气非常不好，而且骂起人来口不择言。所以对她来讲，她很痛苦。而就在前年的春节前，她妈妈去世了。他照顾了妈妈病中的妈妈10几年的时间，妈妈去世了。如果你是郭佳慧，那一年的春节，你的心情怎么样？我们几乎可以用五味杂陈来形容，对不对？那在那种情形之下，那一天他决定，就是说嘉义那边有台湾灯会正在举行啊，今年的台湾灯会目前正在台中举行啊。那就在那个过程当中，他就想说去散散心，结果走着走着，在那个灯会现场走着走着，就走到了这个宗教灯区。而那一年宗教灯区呢，基甸会的摊位就在宗教灯区的入口，所以呢，他走进去的过程，我们有个会员就在那边送圣经，那就递给他一本。各位，这个基甸会啊，昨天我们从台中的灯区会场，有人传了一张相片，很多人过去的时候，一个会员拿着圣经在那边，没有人理他，这样子的一张相片，下面有一排字说：面对着10000次的拒绝，还能够笑脸迎人的，就是基甸会员。那这个数字不太夸张，你知道吗？我们统计过，每10000人大概有半个人会接受，没有啦，不是说错了，每100个人大概有半个人会接受，也就是200个人过去，也许1个人拿。所以在那样子的环境里面，我们的会员在那边送的时候，郭佳慧拿了，他不但拿了，他当场打开来站住脚步在那边读，哇，这个太特别了！我们就有个会员就立刻过去开始跟他谈，因为我们抓住机会，我们不只是要把圣经送到人手里，我们更重要把耶稣送进人心里，这才是重点。所以因此，当我们去那边，我们把圣经那个会员跟他谈的时候，才知道他的状况，因此就翻出相关的圣经经文来跟他解释福音，最后带他决志。带他决志以后，想说应该要引导他去教会，可是有一点麻烦，郭佳慧住台南，我们那位姐妹从高雄去的，所以呢，他就联络了一个台南的姐妹。那台南的姐妹呢，就一口答应，什么都没问，一口答应，然后呢跟他联络，一联络下去，发现我们这位姐妹住在北区，而郭佳慧住在安南。那意思就是接下来每个礼拜，我们这位姐妹要主日早上从北区跑到安南去，然后呢陪着她去教会，就这样子2-3个月的时间，每个礼拜没有断过，一直带到她在安南灵粮堂受洗为止，才正式的转交给教会来接手后面的牧养工作。
后来有一次我约了郭家慧姐妹见面，我想清楚的了解一下她的见证，所以刚刚这些话是我这样子当着面听她讲的。当她说当她母亲断气的那一刻，她说她的心情，她说我是应该轻松了一口气呢，还是该为母亲的去世伤心呢？她说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是什么？我知道的是我的人生好像没有，接下来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要努力的目标，值得我留恋的方向了，没有了。所以在那种情形之下，他说那一天当他们把这本书介绍给我，翻开里面的经文，告诉我相关的经句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原来我还可以有另外一个盼望，那个盼望就是从神而来的盼望。那个盼望就是，所以经文说他是使人有盼望的神，对不对？保罗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我们的真正基督徒真正的盼望，不是在这个世界，不是求平安挑炮修啦，不是这个东西，而是怎样？而是我们在一个属天的盼望。弟兄姐妹，你作为一个神的儿女，你最大的盼望是什么？我觉得跟任何一个跟随侍奉神的人，我们最大的盼望，难道不应该就是最后见到主的面的那一刻，我们的主说：“好，你这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欢乐吗？”这才是作为一个神儿女最大的盼望，不是吗？所以因此，这是我们的盼望。外面的世界改变不了神的这个应许，外面的世界也不应该改变得了我们里头的盼望。但是这个盼望的确有很多的力量想要扭转它。你越是想要有这个盼望，你就越怎样？你就越容易遭遇到想要动摇你的企图。我讲一个见证。有一位住在屏东的会员，有一天听到他的姑丈工作受伤了，他就车子开着直接就开到医院停车场，一停好之后，他就随手再抓了一本放在车子里面的圣经，一抓起来以后，当场一句话就闪过他的脑子里面。那一句话是什么？圣经上好当机敢有效。可是当他闪过这句话的同时，另外一句话立刻闪出来：神的话是给每一个人的。你要相信哪一个？他相信后面那一句，因此抓着圣经往病房去。但是他心里面也有一个准备。他后来做见证说：“他说我存办好一股转。”我打定主意让他拒绝好了，没关系。然后呢，他就进到病房，看到他姑丈那个样子，他就问：“哎，姑丈啊，看你这个伤势，可能要在医院里面住上一阵子哦，时间很多，要不要我送一本圣经让你读？”结果到这里，可能大概预备好被拒绝了，对不对？结果就在那时候，你知道他姑丈说什么？好啊，为什么不好？我刚才在跟你姑姑商量，我们服侍这个好像都没有用，你看摔成这个样子。这个我们要不要考虑来信耶稣啊？他还不太敢相信呢，真的才好讲哦，真的啊，当然是真的啊。那我现在联络牧师来哦，结果不久之后牧师真的来了，带他当场决志。不止这样，他们夫妻他还没有出院，家里的偶像除光了。弟兄姐妹，你在想那个过程当中，谁在里面掌权？圣灵，对不对？圣灵同时在这边感动一对基同夫妻，说你们要不要改信耶稣，对不对？但是圣灵同时在那边感动一个基甸会员，当做这一个最后这临门一脚的一个推力，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关键在哪里？关键在这个会员神要用他成为这个推手的过程当中，你要不要信？那个要信真的不容易，对不对？圣经上有当一个好，有没有那个话？所以在那种时候，关键就在于信啊，弟兄姐妹。后来这个人现在变成这样子，改变很多，对不对？重点在一个信，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所以，但是事实上，这种信，我要问，基同能够信主吗？圣经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例子，对不对？以西结面对旷野枯骨，他相信他们能活得过来吗？死了4天的拉撒路都已经臭了，尸体都已经臭了，还能活吗？面对着歌利亚的大卫，那么年轻、那么幼嫩的大卫，他觉得有胜算吗？宣教旅程当中被打、差点被杀的保罗，有的时候关了好几次的保罗，甚至沉到这个船里面，在船里面沉到海里面的保罗，他觉得他走得下去吗？十字架上血肉模糊的耶稣，觉得还有盼望吗？我相信这一切的一切都需要的是信，而这一切的一切，神用这么多的例子，如云彩一般的见证人，正在告诉今天的我们：信。你只要信。你只要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其实像刚刚那样子的见证，我相信走到哪里去，我还真的，我跟各位报告，刚刚这个见证，我去年的7月在我们的国际年会上面正式的报告上面分享出去，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几乎是一个世界级的见证，但是这样子的见证，关键还是一个字，这个字从我们跟基督教正式连上关系就听过，叫做信，没有什么太大学问，关键在我们的心。所以，当我们要如何能够坚持这个信呢？让我用另外一个见证来跟大家分享。有一个，也在那一年的前年的这个台湾灯会，有一天我人在现场。那因为我们在现场也有摆了一个摊位，放了各种各样的圣经。那所以呢，也有些人会过来，翻翻看看。那一天就来了一个小姐，就在那边翻。那在翻的过程，我们的会员就在那边跟她招呼。结果呢，招呼不到2句，我们的会员就开始转头看我。然后呢，再多讲几句了之后，他一面看我，一面叫我赶快过来。我心里想说什么事情？我一过去，我说怎么了？他说这一位可能是你适合跟他谈。我想说什么事情？然后他说，我说是有什么指教吗？他说我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你们，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够回答。我说你说说看。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叫做三位一体？我说那第二个问题。结果第二个问题也没有比较轻松，连着问了几个问题，我说哇，你这些问题恐怕不是我们在这边可以很快的解答得出来，好不好？我们到里面坐着。我真的坐在里面跟他想尽办法，用尽我可以的，我懂的，我跟他谈了2个钟头。我说这样子大概勉勉强强，我说你这些问题很多，恐怕全世界的神学家集合起来，有一些他们也没有一定的答案，我只是告诉你我知道的。他说 OK 可以的，我大概知道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个天主教的男朋友，他跟着这个男朋友去到天主教会去，然后聚会听到了这些名词，但是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也没有人可以问男朋友，男朋友一问三不知，所以他很爱这个男朋友，他想多了解一下他的信仰，可是不知道找谁。所以呢，今天在这边有看到有圣经就问了，那问了他说好了，我大概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了。这个时候，我心里面忽然闪过了一个意念，然后呢，
这个意念却让我心里面却非常的觉得非常的，我觉得好吗？这个时候问这个问题好吗？后来我决定顺服。你知道我问什么问题吗？我就说这样子好了，你的问题我解答完了，现在换我问你一个问题。他说好，你问。我说如果你今天离开这个世界，你会去哪里？天堂还是地狱？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迟疑了吧？台湾灯会在过年期间呢。好，然后他愣了一下，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没想到圣灵还不放过他，继续把他逼到墙角。是没有想过，还是不敢面对？这快翻脸了哦！结果他愣住了。我就说，如果今天有一个答案可以让你确定，你想不想知道？他当然想。我说你想知道确定上天堂还是确定下地狱？那有人想知道确定下地狱的吗？我说好，那既然是天堂就好办。我说来，我们这个圣经后面还有另外一个装备叫做 GPS， 不是卫星定位导航，是 God's Plan of Salvation， 神的救恩计划。好，里面有一连串的经文，约翰福音3章16节，罗马书5章8节，罗马书3章23节，罗马书3章4节，一串的。所以我就一节一节的找他读，请他读，读完了之后我解释他如果看得懂，我就不解释；不懂的我稍微解释一下，就这样子解释完了。我说好啦，到这里，你想要确定这件事情，你想要得到这个救恩，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开口祷告，打开心，接受耶稣基督。你愿不愿意？他说愿意。好，你愿意。于是我当场就请他跟着我做了一个决志祷告，然后请他在后面签名，然后拍一张照片，这样子。那这是在做什么？弟兄姐妹，那一个姐妹那一天，她得到了那么多知识，即使她得到全世界最完整的知识，知道什么叫做三位一体，能不能够帮助她得救？没有嘛，他不能因此得救嘛。他需要得到的、知道的是怎么样能够得救，并且照着去做嘛。这个才是重点。而那一天是谁在那边提醒我这件事？在那边，在那个神学的名词里面绕了2个钟头的，我几乎也快要忘记这件事情了。有的时候在很多情境里面，我们的确是会忘记啊。可是谁会提醒我们？圣灵啊，圣灵会提醒我们。圣灵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嘛。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去，就另外求父，要他赐下保惠师，叫他常远与你们同在嘛。”就是真理的圣灵嘛。他要让我们想起他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话嘛。所以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嘛。所以因此怎么样？所以保罗说：“叫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怎样？大有盼望。”叫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我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弟兄姐妹，你里面有没有圣灵？你里面有没有圣灵？你这里还没有决志过的，请举手。好，不多了哈，只有一位。事实上，当你开口邀请耶稣基督进到你心里，进去的是肉身的耶稣吗？不是嘛？进去的是谁？就是圣灵。弟兄姐妹，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请你告诉我，你里面的圣灵跟保罗的圣灵哪一个比较大？保罗做那么多事，那他的圣灵一定比较大，我的圣灵比较小，是不是？当然不是嘛，一样嘛，同一位。
你里面的圣灵跟保罗的圣灵是同一位，你里面的圣灵跟大卫的圣灵是同一位，你里面的圣灵跟每一位在这一本书上面曾经做过大事的人里面的圣灵是同一位。那些关键在于他有没有与你同在。他明明白白的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他明明白白的与我们同在。圣经说的话安定在天。那出了什么事？他与我们同在，关键在我们理不理他。对你我来讲，如果有人问说你是谁，你第一个答案冲出来的是什么？你第一个答案冲出来是我是基督徒，我是神的儿女，还是我是做什么？我的职业，我的家庭里面的身份，我是谁的什么人？我是你第一个冲出来的是什么？你最看重的是什么？什么事情在你的脑海里面第一个闪出来的答案？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如果你看保罗在介绍自己的时候，他的信在介绍自己的时候，第一句话一定说什么？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对不对？他有没有说支帐篷的保罗？他有没有说加马列得意门生的保罗？没有啊。他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对他来讲，第一个身份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所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圣灵没有办法使用我们，常常是因为我们不是真的那么看重我们在主里面的身份。我们不像保罗那样，所以我们会觉得否则的话，其实保罗的性情跟你我保罗的修养比我们好很多，是吗？你读圣经有没有读出来保罗脾气很差？对不对？以利亚跟我们是有同样性情的人，对不对？为什么神可以用他们？重点在你我看不看重。所以圣灵跟我们同在，关键在你我们要常常转向他，让我们常常转向他。当我们转向他的时候，我们就是越来越能够真正去活出大有盼望的样式，越来越能够活出那个盼望，越来越能够活出他同在的样式，越来越。我相信当你我准备好了之后，神会开始越来越多量给你人，让你怎样？让你可以去跟他分享心中盼望的缘由。为什么？你说我怎么老是找不到可以传福音的机会？关键先问自己，我准备好没有？如果没有准备好，量给你来一个死一个，那就惨了，不是这样子吗？好，那所以我想让我们彼此勉励，让我们真的看见在基督里的盼望，让我们用信心领受它，让我们经常的与圣灵同工，跟他同行，跟随他的脚踪。具体可以怎么做？我想有以下3个建议。第一个，你的祷告能不能大有盼望？请问你我的祷告是常常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的需要为中心，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以自己的事情为中心，还是越来越多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求神的国，求神的义，让教会的事，让国度的事情，让神普世的事情越来越多，成为我们祷告的内容，那个比例能不能拉高一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的奉献能不能够大有盼望？各位，奉献有的时候它的确是义务，但是能不能够让这个义务变成我们是甘心乐意的？因为如果我们不甘心乐意，你以前讲公姐看不输呀，你的钱也丢进去了。那为什么我们不甘心乐意？为什么我们不呢？
好不好？容许我建议一下，弟兄姐妹，当你要把奉献丢进去的时候，好不好？你为那一笔钱祷告。你真的为你自己丢进去那一笔钱祷告，主啊，使用这笔钱，使用这笔钱让人信你，使用这笔钱让教会复兴，使用这笔钱让你得荣耀，好不好？你多为那一笔钱祷告，多为那一笔钱有一个意念为他祷告，让你的祷告是有盼望的，弟兄姐妹。但我盼望各位能够为基甸会奉献，但是我必须要让各位知道，为基甸会奉献能够有什么盼望？各位看到这个没有？各位看到这张图片没有？这是什么？你知道吗？当我们到非洲去送圣经的时候，常常遇到那种回教徒跟基督徒混居的社区。回教徒的孩子，学校不准我们把圣经送给他。但是当我们在那一边介绍我们是谁，我们来做什么，介绍这本圣经在讲什么的时候，那一些回教徒的孩子心理上的冲击，可以从他们脸上看出来。对他来讲，回教徒向来只有律法，向来只有一天要朝向麦加祷告几次，向来只有说要为他们的信仰而死，从来他没有听说过有一位神是爱他的，会为他而死的，他没有听说过这样子的信仰。所以当我们把这个送给他们的时候，送给那些基督徒的孩子的时候，他们光听到那一些，对他来讲就是冲击。而当那一些孩子配合基督徒的孩子配合演出，那不是演出了，那是真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些孩子也没有圣经。你看，在非洲很多有些教会长得像这个样子，那个算好的。我还有看过那个只有挖一个洞的，那个窗户就挖一个洞，什么都没有的这样子的房子。那你知道，当他们在那边。这里面有的时候一整个教会就一本圣经是牧师在用的，没有人有圣经。那些孩子翻到了之后，看到哇，这句话我会背啊，这句话我听过，这句话上个礼拜主日学教过。你知道吗？在那边讲的高高兴兴的时候，那些回教徒的孩子在旁边好羡慕，勇敢一点的就会出来拿，有太多这样子的见证了。曾经有一个孩子这样子跟着我们的会员跟到了校门口那边最后一根柱子没有人的地方，才探出头来拉下他的面纱说：“先生，请你给我一本圣经。”你能想象那个画面吗？而这一些画面它是什么？他们拿到的圣经从哪里来？拿到的圣经从大家的奉献来的。我很高兴的跟大家报告，今年就在这个年度。从台湾奉献出去的，跟在台湾内部印制自己用的圣经的这样子的比例，达到1:1，也就是今年你在台湾看到一本圣经送出去，你可以有非常确定有另外一本印成其他语言的圣经，在这一个地球上面的其他的角落送出去，是来自于台湾的奉献。我们盼望这个比例继续往上拉。我们的一个心智我大概9年前接任基甸会长的时候，当时基甸会的执行长的时候，有一个牧师就告诉我说：“你要让台湾变成圣经的出口国。”我一直以这一个当作我的心志，感谢主，到今年达到了50%，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往上。好，那么这个是我们的奉献。第三个，各位，你的时间，你的心力。有一个美国牧师叫 Mark Batterson， 他讲了一句话，我非常喜欢。他说，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从2个东西上面可以看出来，第一个是他的账单，第二个是他的 schedule。账单跟时间表最容易看出一个基督徒真实的生命状态。那么我要问的是，弟兄姐妹，如果你有今天听完之后，你说带着圣经随时预备跟人分享见证，把福音传给人，我也会。你有这个感动，我不知道有没有现在有没有人我觉得我也可以。
如果你有这个感动，我请你 hold 住这个感动。为什么？接下来你马上会想到很多问题。哦，我要忙这个，我要忙那个，我现在这个事情正在忙，我现在那个事情正在忙，对不对？我相信这不是你第一次的经验了。教会要你做什么的时候，有很多感动；别的机构来这边跟你分享的时候，你有很多感动，但是不久之后就没有了。为什么？恶者不断的要想尽办法拦阻我们这个感动。但是我要说的是，弟兄姐妹，谁是你的主？我再问的具体一点，谁是你时间表的主？你的时间表是你做主，还是神做主？当神感动你的时候，他会不管你的时间表，让你自己去弄得非常的尴尬，让你自己去弄得非常的焦头烂额，会这样吗？弟兄姐妹，特别弟兄们，如果你有这个感动，我不邀请你今天你就决定加入，但是我邀请你做一件事，你把你的时间表交在上帝手里。你说主，如果这个感动真的从你而来，这一个时间表我交托给你，然后我凭着信心我跟上去，让我看看你会做什么事。我相信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这样子做，我们就能够真正活出什么叫做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再一次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来这边跟大家分享，也愿神赐福我们，我们一起肩并肩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到你面前来，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你的爱、你的恩典、你的拣选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天在工作。主啊，让我们越来越多的靠着单纯的信心跟上你的脚踪，越来越多的以主你自己的圣灵为我们的引导，为我们的主。主啊，求你帮助，叫我们越来越多在跟随服侍你的过程当中，经历到你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乃是出于你自己。好让主我们的心被翻转，好让我们所爱的人认识你，好让你自己的教会得复兴，好让你的国度能降临。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愿颂赞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